你在干什么？我看书，挺好看的这本书。可是你在看版权页。哎，这本书不是放在这儿的，请你放回原位。不好意思啊。他在干嘛？你好，这些全要。嗯，好。哎，等，他都不买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给我过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好意思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管我？说吧，什么阴谋？什么阴谋？过来帮你增加点销量，怎么了？你这样干，万一我的粉丝来书店买书，发现没有了，该多伤心啊！你哪有什么粉丝啊？我起码是个出版人啦，请你对我放尊重一点。不对呀，哎，你怎么舍得为我花钱买小说啊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你肯定是想趁我没红的时候把我的书买走囤着，然后等我红了之后呢，你就高价卖给我的粉丝们，你这个中间商赚差价。我的航班取消了。是的，先生。那请你帮我改订最近的一班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最近的航班只剩下商务座，请问可以吗？可以。那稍后差价和航班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，请注意查看。好的，谢谢。小伙子，你的航班取消了，那咱们慢慢开，正好前面有点堵。我改签的航班只晚了30分钟，还是请您快一点吧，师傅。好嘞，谢谢。你拉我干嘛？你这样把人吓跑怎么办？你说，我把你的书放到畅销书架那边去，怎么样？不要。想不到你还挺有文人骨气的嘛。哎，你不要啰嗦了。哎，我觉得马上就会有人发现我的才华了，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精彩的画面。我们都在这儿待了一整天了，连午饭都是在书店门口坐着吃的三明治。坐在门口是怎么了？哎，你不觉得今天的三明治特别的好吃吗？一定是因为我的